乱跳呢？怎么会这样呢？乱跳，有个道教的，道教主题的啊，乱跳还不好弄，道教专题的。这个才是啊，经典，怎么会自己跳走？你看，哎呀，自己跳走了嘞！经典诠释啊，嗯，跳来跳去的。30多部福音哦，只有4部列入圣经呢。30多部福音，指出一条真理：只有4部列入圣经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福音。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福音。跳到哪里去了？
被批评哎，为何小小这颗色被批评哎？为是恶小而为之啊？为何小小这颗色